呢部係全球首部低地台雙層巴士丹尼士山峰，喺1997年引入，係全球首部可以容納輪椅乘客嘅3軸超低地台雙層巴士，開創咗無障礙巴士服務先河。呢部巴士嘅前軸有下降功能，備有輪椅斜板，同埋可以容納1名輪椅乘客嘅輪椅區，亦都設有額外扶手桿、落車鐘同埋安全保護軟墊。車身採用流線型設計，扶手環就改為三角形嘅安全設計，更加以香檳金色作為車身顏色，令九巴正式邁向金巴時代。首部超低地台巴士初期行走1A 線，並且喺2015年9月退役。